大家好，我係原味形態嘅 Greenie。原味形態係一間自家品牌，主打天然健康美食公司，專門自家研發及生產美味又健康嘅食品。產品包括飲得健康系列嘅金頂薑蒜檸檬蘋果醋、手工麵、有型味美嘅家庭餸包，同埋一啲高營養嘅素湯。我哋今次得到呢一個獎呢，係非常之開心嘅，亦都係對公司同員工嘅一個鼓勵，對我哋日後再努力去研發更多嘅產品嘅一個動力。我哋嘅產品呢，其實最主要嘅同其他同類型嘅產品嘅分別呢，就係無糖。我哋係完全一啲糖都冇加，咁另外仲有就係冇加任何嘅穩定劑啦，或者係防腐劑嘅。我哋呢個產品呢，仲添加咗一個薑黃素。咁薑黃素最主要嘅功效呢，就係消炎啦。關節痛啊，或者係血液循環得冇咁好嘅朋友呢，呢個薑黃素呢，係對佢一個好大嘅幫助嘅。我希望大家可以記住我哋嘅品牌嘅理念，就係我哋不斷創新。同埋我哋會係為大家嘅健康繼續努力去研發更加多健康嘅食品。